為咗發掘我哋身邊嘅異能者，超能力學院隆重誕生。15位挑戰學員，部分已經率先上場。這個是什麼？哇！我應啦，師公俾大我。東方玄學強調天人合一、陰陽平衡；西方玄學講求宇宙同人類嘅關聯、靈性同理性嘅共融。好多人覺得東西顯然不同，實際上係求同存異。超能力學院破天荒集合中西術數共冶一爐，用超能力帶大家探索未知嘅世界。下一位上場嘅係濟世神醫羅三子，入行年資有8年。羅三子，你最叻係乜嘢啊？其實我係一個全職道士，我最叻係道法。咁啊，祝由術係我嘅醫術之一嚟嘅。我醫術啊，冇錯。嗱，我好有興趣，就話你曾經不停會幫一啲人醫，係因為業障而生出嚟嘅皮膚病。冇錯。祝由術咧，5000年前黃帝時期已經有㗎啦，係一個上古嘅醫術。祝咧就係代表祝咒、祝禱，由就係代表病由、原位。祝由以祝咒、符咒同埋一啲念動嘅方式去根治呢個病人嘅病嘅根由。喺我嘅使用同埋醫治過程當中咧，咁啊有一個好深刻嘅經歷，佢係患有好嚴重嘅皮膚病。我哋稱呢一種咧，其實都係一種業力病。嗰陣時係由個頭開始嘅，可以話係全身都發咗出嚟。病發嘅時候喐唔到嘅，全身都，咁我只能夠攤喺張床度。05年嗰一年咧，我最記得係聖誕節嚟嘅，嗰一刻我真係有諗過去自殺嘅。針灸啦、艾灸啦，同埋一啲祝由嘅方式，大約都差唔多2年時間去治療佢。到而家佢嘅情況比以前係好咗好多。而家好翻7、8成㗎啦。我對三子咧係好有信心啊，佢一定可以入到3甲。因為人世間需要幫嘅人係太多啦。我嘅夙願咧就係希望都係濟世為懷，同埋可以普度眾生。其中你一項嘅資料就係咧，你係同阿風水係同門師兄弟嚟嘅喎。我哋終於喺度相認啦！呢個係冇錯，所以我喺之前已經講過，如果有得揀咧，盡量就唔好，我都唔會揀風水，因為避免可疑啊！我絕對可以，係揀你都冇揀我。係啦，我希望其他導師睇下佢嘅表現啦。三子係用你嘅通靈嘅方法，揾呢隻狗仔乜嘢病？台面上邊咧，你見到有啲關於啲狗嘅物品嚟嘅，你都可以利用佢啦，感應一下嘅。完全冇諗過會遇到一個咁新奇驚喜嘅問題。睇動物嘅病症喺我嘅學道生涯裏邊係真係唔多，係亦都好少有。在以前，作為一個法脈，用方式去做任何的治療，通過第三醫學的方式，在很多人的認定都是屬於巫術。在以前，真的是需要在醫學沒有這麼發達的情況之下，是可以借助我們所謂的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做治療。我會用奇門遁甲。我想問而家係過咗9點正未啊？而家係9點19分。好，因為時間會影響我去取決用邊個盤象去睇。咁啊，既然係過咗9點，就係而家就係開始啦。呢個狗仔咧，曾經身體上有炎症，喺佢嘅神經上面，而家已經係冇事噶啦。第2條問題出嚟啦，風水係同你玩下嚟，係同門啊嘛。你哋2個要寫低，佢哋3個邊個先係呢隻狗嘅主人？同門大對決喎，好睇啦！
我好想知道咧，風水師傅佢咧用啲咩方法可以知道一隻狗仔係邊個嘅？合指一算，錄音。家庭觀眾咧用1個鐘就可以學識嘅，家庭觀眾都學得識點樣揾到個主人？咦，我有啲興趣喎。數手指得㗎啦。數手指。係啊，嗱，我教埋大家，手指咧有6格嘅，1、2、3、4、5、6。譬如話9點19分啦，你就數1、2、3、4、5、6、7、8、9。1、2、3、4、5、6、7、8、9。跟住你入出嚟乜嘢數字，你就俾個數字出嚟啦。哦，咦？家庭觀眾，大家攞啲手指，3隻1、2、3、4、5、6、7、8，咁你嘅答案係咩咧？3個裏邊邊個係主人咧？風水合指一算揀咗中間個位，而羅三子就揀咗最右手邊個位。究竟呢隻狗仔嘅主人係邊個？請你向前一步行。好嘢，風水。好犀利！導師即係導師啊！你冇諗過用翻阿風水篤手指嗰個？我唔識。啊，你唔識啊？我唔識呢招。佢係師兄弟，佢都唔教我，搞到我斷錯咗。最衰係佢。我隻狗仔係有啲病痛，炎症係確實係有，亦都治癒咗。因為佢早1個月到成個背脊係爛晒、發晒炎、甩晒毛。頭先三子係治癒咗，呢個都係啱嘅。其實佢係好準嘅，只不過好緊張，導致到佢第2個問題，佢忘記咗起盤啦。佢其實係非常之有實力嘅導師嚟。恭喜晒三子，你可以正式入咗能組。發明師傅幾有父親感覺嘅師傅嚟，睇到我嘅失誤，可能係一個小失誤，佢係想扶持我嘅。風水教佢點樣揾出個主人啦。我唔叫風水教啦，我叫發明師傅教我而家。下一位登場嘅咧就有解降術師 MX， 佢嘅法門咧個名都幾特別下嘅，叫玉風致富財白星君法門。哇！我的師尊呢，他是屬於另外一個星球的，就好像星宿系列的一個神明來的，他都會在夢中那邊教我。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畫面之類的。這個法器呢，是我的師尊，就是入我的夢教我這個浮沉的法器。現在我已經買了差不多6、7個月左右，自己本身還是不會用。我請我師尊，以我人生合一的時候，他就自然的會使用這個浮沉的法器。我幫人家解降的時候，我通常都是心靈的感應，它是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然後我都會請我師尊來直接幫忙解降。那你為什麼會來參加？我的師尊他是給我一個信息，就是去玩玩吧，我才決定來這個超能力學院來學習。MX，我想問下你，你係瞓覺嗰時，你就能夠同你個師尊咧去交感、去學習，係咪啊？對，就睡覺的時候，他會教我一些的雷法啊、浮沉啊之類的東西。我本身就是一個小白，厲害是他。呢個財白星君嗰個法門咧，可唔可以幫人哋去買彩票啊、六合彩啊諸如此類嘅咧？不建議，但係可以嘅。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議。財帛星君他不是派財，他是幫我們人生管理財富。但是你可不可以幫人家，就是把那個財運提升出來？咁堅，我諗大家都好想試試佢啊！啲同事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今日4月1號，而家呢個時間應該開咗今期嘅六合彩㗎啦，係咪開咗啦？開咗啦。嗱 ，Crystal， 你行埋去試下，噏2個 number 出嚟。8號、15號。今期嘅六合彩8號、15號中唔中？唔中。冇。好啦 ，MX， 如果你而家幫佢做咗一啲叫升財運嘅方法，跟住佢噏2個係中今期嘅六合彩咧，
我就信你。 OK， 冇問題。喂，你數個讚。好。好的。 Crystal 有咩感覺？有少少頭暈，好似個心跳有啲加速快咗啊！感覺佢好似包圍咗我咁樣咯。因為我哋睇到其實佢同你唔係太近嘅。我請我的師尊來幫他打開他的運。係真唔係啊？冇2下就可以開到運，咁咪個個都中6合彩 Crystal， 你而家講2個 number， 咁睇下你能唔能夠估中今期6合彩嘅 number 啦。18同30。好，我哋馬上咧要連線上網，將2025年4月1號嗰期個6合彩 number 開估。好緊張啊！係6、14唔中，17唔中，開咗3個都唔中喎。 14唔中，17唔中，30咦？中咗一個，中咗30。係35、42，最後一個會唔會中埋18號呢？係唔係18？一個。有冇導師要搶呢個學員？哇！3個超組、能組同力組都搶呢個學員，係？這個我超級的驚喜的，有3位導師在選我的時候，我真是哇受寵若驚。而家係個學員揀要入邊組啦。其實佢特別好，真係特別好。我身邊而家都有啲學員咧，事實上佢話發夢嘅時候個師兄樣同我一樣嘅。你諗下係咪同我一樣樣嘅？好。關於通靈，我係專業啊，我可以將你嘅能力可以有更加高嘅一個維度嘅提升。哦，其實我有一個法門叫六目道法，六目祖師就是夢中傳給我的。那我和你的不同的是，我醒來的時候，我清晰地可以把它記下來。我還沒講完。睇嚟道元老師好 like MX， 勁 sell 自己喎。我可以過功給他嘛？哦，謝謝。 3位導師都咁勁，你揀邊位？招生環節第一次出現3位導師爭住搶一個學員，睇嚟 MX 個頭呢鋪有排痕。我選立吧。謝謝。我選擇道元老師呢，就因為他會讓我走上一個比較明確的路。道元老師教我功力的時候，我相信進前3名是沒有問題的。承認。佢呢個能量咧，如果冇人去幫佢去控制好咧，係非常之唔安全、反噬嘅力量係好強嘅，所以我係想保護好佢啫。我也可以保護好他的附身咒啊，給他功法呀，然後呢，給他過功啊，給他道統和法脈，我都會給他。接落嚟，如果佢阿道元老師啊覺得有更加好嘅選擇啊，踢咗佢出嚟啊，我會接收佢嘅。下一位登場嘅咧就有黑白通靈師小文，開入行年資有3年，最擅長嘅咧就係風水八字、他心通、通靈。喺咁多樣嘢入邊咧，我對自己最大信心嘅就係我嘅天眼啦。我嘅天眼咧可以睇到好多四維世界嘅嘢嘅，好多人睇唔到嘅陰靈啦，同埋係事主嘅女生女世嘅經歷。以前咧，我係喺一個外資企業入邊做一個管理層嘅。後來一段時間，我就覺得自己好似冇咗思維啊，無論我做咩嘢都係錯嘅，覺得自己好失去咗信心咁樣，好黑仔咁樣。
後來我個 friend 見到我咁嘅情況咧，就話我應該係俾啲咩嘢纏住咗咁樣，就介紹咗去到龍虎山呢邊做一個法事嘅。響做法事嘅時候咧，我就突然之間我感到全場好似光咗咁樣，突然之間我就好似覺得自己感受到一個四維世界嘅波動啊！剛啱開始嘅時候，心情比較百感交集，更多嘅係會認為自己好勁咯嗰一刻。但係慢慢知道呢啲世界好大之後咧，先收斂翻自己咧，認識到自己嘅渺小。我想參加呢個比賽咧，去結識下一個世界各地唔同嘅通靈選手，睇下佢哋嘅經歷點嘅樣，睇下可唔可以揾到自己嘅同類嘅。既然你有通靈嘅能力啦，咁啊見到前邊係咪有一個金屬嘅盒？喺個盒裏邊有一件我嘅信物，你用你嘅通靈嘅方法估下裏邊係咩啦？嚟，馬上開始。隱約中係見得到佢有個條狀式嘅形狀，跟住咧又隱約有啲好似係類似橢圓啊、圓翅啊，有啲弧度嘅形狀喺度。哦，長條形有啲弧度嘅，咁響連接點上邊啦，好似係有類似有一個比較突出嘅一個點。如果係俾我估嘅話嚇，類似於一個可以攜帶嘅飾品類嘅嘢。究竟我擺咗喺裏邊嘅信物係乜嘢咧？小文，你打開佢啦。好緊張。係手錶。係一隻手錶，長條形，中間有個凹凸嘅圓形，而個圓形嘅中間係有一點，咁我唔知係咪就係手錶嘅中間嗰點嘅針啦。你冇正確講出係一個手錶，但係你會話係一個擺喺手上面嘅飾物。係。佢講嘅嘢已經講咗啦，咁啊三位導師，你哋即將要考慮下，將唔將小文收入去你哋嗰一組度啦。3、2、1，恭喜晒小文，你可以成功入咗風水嗰組啦。因為我其實咧都唔係話天生就有好強嘅能力，我原先都係麻瓜嚟嘅，同你一樣嘅其實，所以我覺得就係可能有少少同頻，所以我揀咗你。你覺得每一個人咧，只要慢慢學習到咧，將來都可以成為另一個嘅你。我相信嘅。小文，你可以成功入組啦 ，OK。下一位上場嘅係療癒系薩滿 Lily， 擅長嘅嘢就係唱誦、能量轉化、共感同埋通靈嘅。Om Namah Shivaya Namah Shivaya Namah Shivaya Namah。我最擅長嘅咧就係幫人做療癒。我會去睇一睇呢個人究竟發生咗乜嘢事先，幫佢做一個連接。然之後我會透過我嘅薩滿嘅靈同我講呢個人究竟需要啲乜嘢，唱佢嘅靈魂頻率，然之後再慢慢咁幫佢修復。薩滿佢咁強大，係因為我哋都有透過大自然嘅能量通天或者係通地嚟幫助大家去接收呢個信息。馬上要聽你嘅考試嘅題目啦！你見唔見到咧？台面上邊咧有一隻錶。Lily嘅考核題目就係通過思豪呢隻錶，講出佢嘅人生遺憾，並且療癒佢。當刻其實我係一直喺度感受緊嗰個能量。我就一直同緊我嘅神頭一直喺度連接緊，我係同上司係同在，將我嗰份愛連接嗰個錶嘅故事。我係見到好多個碎片，我好似代入咗佢嘅一個生命嘅過程入邊，睇住佢好似由細細個，佢
得到咗呢個禮物，佢好珍惜，然之後慢慢咁樣一下就好似俾人抌低咗，好似突然之間就咁樣分開啦，一個拋棄咗嗰種感受啫。呢樣嘢有乜嘢人係同我聯繫緊？我睇到嘅係屬於係你嘅好親嘅人，你嘅家人。我睇到嘅嗰個畫面係有嗰個創傷喺嗰度啦，亦都睇得到係你企喺嗰度，但係你身邊係冇人嘅。我會用唱嘅方式，我會連接我嘅薩滿嘅靈去唱出，幫你係轉化嘅嗰個頻率嗰個音。愛可以為你轉化一切所有嘅恐懼，愛會指引你去到你可以睇到你嘅光，同埋活出你嘅愛。好勁喎，好勁喎！療愈嗰時，嗰個能量全部出晒嚟。我同呢隻錶嘅其實呢隻錶咧，只係需要70蚊就買到，但我細個好窮，我就去花園街嗰度幫人哋剪線頭，我希望賺到啲錢能夠買到隻錶，因為我曾經問過我屋企人、我家人，如果我成績考得好，我考100分嘅話，你哋會唔會買俾我？我個家人答我：你成績好係應該嘅，點解要有禮物啊？我去到呢個錶鋪，個老闆同我講：佢話你儲咗幾多錢啊？我話我儲到60蚊，但係我唔夠70蚊。跟住個老闆同我講：佢話好啊，我60蚊買俾你。我就問個老闆：點解你會肯60蚊買俾我？佢話我爸爸落嚟幫我俾咗10蚊。我由細到大同我屋企人嘅關係都唔好，嗰一次係唯一，我覺得我爸爸錫我，所以呢隻錶幾十年我都唔捨得抌。人生往往喺不經意間就留低一世嘅遺憾。一隻手錶背後承載咗絲毫對家人嘅思念。呢晚，Lily藉住薩滿嘅能量，讓絲毫坦然面對內心嘅傷痛。Lily佢嘅能量係非常之強嘅，係Lily用緊佢自己呢度嘅一個松果體去睇緊一啲碎片，但係佢嘅眼睛呢一度咧，其實實質上係擘開啲咁多嘅啫，未有我哋俗稱嘅一個眼球，因為佢玩嘅係一種療愈，佢嘅潛力同埋佢嘅理念，我係非常之欣賞嘅，所以我揀佢，的確係一個好好嘅治療師。其實呢隻錶我擁有之後咧，咁我嘅屋企人咧就離婚啦。咁就我由嗰時開始就係一個破碎嘅家庭。咁佢呢啲部分係啱嘅。呢件事你好似係從來都冇講過，因為我唔係好想講，同埋唔係好想提。我諗觀眾同我都一樣啦。人生有啲嘅遺憾，又或者有啲嘅鬱結，甚至係有啲
傷痛講咗出嚟，其實係一件好舒服嘅事嚟嘅。唔好再問我啦，唔好再問我啦，你再問我都唔得噶啦。想睇更多超能力學院嘅絕密內容，即刻掃 QR Code 登入。經歷完第2晚嘅海選，力組收咗1位學員，能組2位，而超組已經滿額，收晒3位學員，仲有好多技驚四座嘅學員未上場。睇住，下星期超能力學院。